新竹世界博览会台湾馆转型的工程开2亿3千万的经费，在2020年4月动工，想袂到承包的厂商财务出问题。这个工程到目前为止已经动点半年啊。新竹市议会就要求市府赶紧厘清责任，甲厂商要求赔偿。世博台湾馆原本的天顶造型已经改变，不过内底空间有的是已经完成。有的只存工地，你照道理，你主结构要好，然后整个验收完，你这些细的东西才会进来嘛。你房子都还没有验收，你就开始进床、进家具、进电视，怪怪的吧？规栋5层楼的工程，经过2摆契约变更，原本2021年12月就要完工，即马却因为包商财务出问题，进度停在79%。而且已经休工要半档啊！现场的状况，除了1、2楼好一点以外啊，这本身这个天灯馆的主结构啊，现场是非常的混乱，而且我觉得它的设计啊还是有待改善。那当然在施作的这个到一半啊，未来我会请市府是不是做针对这个功能性，能够做一些设计的这些改善。市府讲，目前除了甲厂商900外万保证金充公以外，出来卖检讨合约，算出违约金额，要求厂商赔偿。针对比较完成度比较高的部分，有没有可能先行针对1、2楼的事情，然后在后续年度的话，把它做完工启用的一个动作？那至于说3到5楼的部分的话，因为完成度比较低，那这个事情的话，也会进行后面规划检讨之后，讨论后面的一个规划方向。或者世博台湾馆专案管理的厂商参新竹棒球场工程是同一间，监督小组质疑是不是有相关责任，嘛要求市政府要去检讨了解。记者刘君和新竹报道。